喺香港島銅鑼灣天后一個車水馬龍、熱鬧非常嘅社區，有位細細粒嘅男仔，默默喺繁忙都市中成長。冇人估到呢個細路仔將來會喺美國荷里活，令千萬觀眾捧腹大笑。1987年6月11日，歐陽曼成誕生於香港，英文名叫 Jimmy O Yang， 父母係上海人，細個住喺天后，讀灣仔區番禺會所華人小學，後來曾經讀香港華人書院接受1年中學教育。13歲嗰年 ，Jimmy 跟隨家人遠赴美國，一方面係為咗追求更好嘅教育，另一方面亦係一場對未來人生可能性嘅大冒險。喺美國洛杉磯，佢陸續入讀咗 John Burroughs Middle School 同埋 Beverly Hills High School。喺一個全新文化、語言完全唔同嘅環境之下， Jimmy 慢慢適應生活，學識點樣做一個外來者嘅同時又唔失自我。2009年，佢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，主修經濟學，一條聽落穩陣嘅出路。但係 Jimmy 心裏邊其實一直燃燒住另一種可能：演戲、講笑、表演、掌聲。2008年，21歲嘅 Jimmy O Yang 第一次踏上棟篤笑舞台，地點係洛杉磯嘅哈哈喜劇俱樂部。佢當時仲用緊個舞台名叫 Low Ball Jim， 一個亞洲面孔喺以白人為主嘅美國喜劇圈中。Jimmy 話台下未必次次都笑得出聲，但每一次上台，佢都感覺自己好似真係揾到咗屬於自己嘅地方啦。2009年，Jimmy 完成咗大學課程，順理成章咁喺一間財務顧問公司實習，但坐喺冷氣辦公室對住 Excel 表格嘅日子，對佢嚟講實在太沉悶。於是佢放棄咗穩定出路，走返去喜劇俱樂部打工，日頭幫手招呼客人，夜晚就喺台上表演棟篤笑，免費都唔緊要，只求一個上台機會。為咗揾生活費，佢兼職做過脫衣舞會 DJ， 又賣過二手車。呢段時間雖然辛苦，但佢冇放棄過自己對表演嘅熱誠。就喺呢段默默耕耘嘅時期， Jimmy 喺喜劇俱樂部遇上咗喜劇導師 Sean Kelly。 對方唔單止係前輩，亦係指路人，幫佢調整節奏、改寫段子、理解觀眾心理，令佢嘅演出越嚟越有力量。 Jimmy 開始明白，要喺喜劇界突圍而出，唔止要識講笑，更加要將自己嘅身份、經歷、文化落入笑話之中。2011年， Jimmy O Yang 決定返到夢想開始嘅地方洛杉磯，正式展開佢嘅演藝之路。冇經理人，冇人脈， Jimmy 靠自己報名試鏡，加入咗演員登記公司 Central Casting， 又成日喺網站揾通告，邊學演戲邊等機會，日頭揸 Uber 為生，夜晚就去上戲劇課程。每一程客，每一堂課，都係佢向夢想邁進嘅一小步。終於2012年， Jimmy 成功喺影集《破產姊妹花2 Broke Girls》中首次亮相，飾演一個小配角，台詞唔多，角色唔顯眼，但係對佢嚟講意義非凡。之後 Jimmy 陸續喺多套電視劇中現身，又試過為遊戲節目配音，演出機會雖然零碎，但一步一步累積經驗，直至佢參與咗 HBO 熱門喜劇影集《矽谷群客串》Silicon Valley， 飾演個性鮮明、口音濃重、極具存在感嘅角色楊靜 Jian Yang。 原本只係短暫客串，但因為角色大受歡迎， Jimmy 最終由臨時演員升級為全季常駐。呢個角色正式打開佢喺美國主流娛樂圈嘅知名度。 Jimmy O Yang 用佢獨特嘅文化視覺、語言風格，喺一個充滿偏見與門檻嘅產業之中，殺出咗自己一條血路。2015年， Jimmy O Yang 正式成為美國公民。對佢嚟講，呢唔只係一紙證書，而係象徵住一段漂泊與融合嘅歷程，終於走到一個階段性嘅肯定。喺成為美國公民之後， Jimmy 陸續參演多部主流影視作品，包括描述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嘅電影《愛國者行動》Patriots Day， 全球熱話嘅亞洲陣容浪漫喜劇《瘋狂亞洲富豪》Crazy Rich Asians， 以及 Netflix 原創影集《太空部隊》Space Force， 當中都擔任重要角色，逐漸奠定佢喺荷里活嘅地位。2018年， Jimmy 出版咗第一本著作，書名叫《How to American an Immigrant's Guide
to disappointing your parents。顧名思義，呢本書講嘅係作為華人移民點樣喺父母口中嘅正經路之外，走一條充滿碰撞、質疑甚至失望嘅表演人生。Jimmy 喺書中用幽默又坦率嘅語氣講述自己如何喺父母反對下堅持演戲，點樣適應一個對外來者唔總係包容嘅美國社會，笑中有淚，亦有人生嘅真味。同年，Jimmy 以 How to American 為主題，展開咗佢人生中第一次棟篤笑巡演，現場觀眾反應熱烈。佢將書中故事搬上舞台，用語言、節奏、眼神重新演繹移民成長嘅掙扎與荒謬。之後幾年，Jimmy 再接再厲，推出咗2場巡演《Good Deal》同《Guess How Much》，並成功將表演拍攝成 Amazon Prime 特輯，由脫口秀走到全球觀眾眼前。喺忙碌嘅拍攝之外，Jimmy O 楊亦開始探索另一種創作方式——煮飯。2021年，佢開設咗一個以烹飪為主題嘅 YouTube 頻道，唔係演角色，唔係講笑話，而係用最真實嘅身份向觀眾分享自己點樣下廚、點樣煮中菜、點樣透過食物記住家鄉味道。Jimmy 話：喺娛樂圈講嘢唔一定有人聽，但喺廚房總有人願意坐低一齊食一餐飯。2024年，Jimmy 接演咗 Hulu 犯罪劇《內景唐人街》（Interior Chinatown），改編自得獎小說，故事深刻探討亞裔喺荷里活與美國社會之中嘅邊緣身份，係第一次擔正男主角，演活一個努力打破黑板印象、尋找自我位置嘅亞裔男演員。由棟篤笑、配音、電影、舞台到主流電視劇集男主角歐陽曼成再次證明，一個好演員唔一定要改變自己去迎合世界，而係用自己嘅方式重新定義世界點樣睇自己。如果你鍾意今次關於歐陽曼成嘅故事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、按讚、留言同開啟提示通知，等你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影片更新。你嘅支持對我哋嚟講意義重大，多謝收睇。